今日花莲大地震了后，咱台湾有真侪所在大楼嘛风震海起。即马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目前已经打红单的危楼有42间，花莲上济有32间，另外台北有2间，桃园有4间，新北嘛有4间。国土署是提醒讲，准讲是发现讲家己的厝地震了后出现壁损，会当赶紧通报予地方的主管机关，予主管机关赶紧派专业人员来鉴定。地下室天棚更紧露出来，牛条出现暗土北路，边个条啊，佫歪甲真厉害，停车机内底车翻倒，暗土角一搭落来，关键伫引进挂铺面照配做保护。这是基隆市仁爱区成功市场边啊，已经44个连同社区有200多户拢是海沙厝。伫经过顶礼拜3的强烈地震了后，不少厝边条啊出现裂缝，互住户真烦恼。壁起啊，上严重哦，有些瓷砖会掉落啊。是希望讲政府较紧来甲公办度跟比较快啊。早伫2017年，基隆市政府就积极辅导自行途径，迄时阵捌摕到7成以上住户同意，不过因为基隆市对海沙厝改起的强制奖励对袂到附近的乡北市，这近1年途径拢无进展。因为海沙屋来讲的话，它是后买为完转，然后它不会好的。莲红社区纳入做现在立即要来推动的一个都更的标的的范围，然后连同隔壁的相关的一些国有土地，看能不能做共同的开发，这样子每个月来追踪这个案子的进度。另外，受这摆强烈地震影响的，还有桃园市中立区南恒二路一栋7层大楼，被判定是危楼打红单，16户48人被紧急撤离安置。已经搬去饭店住啦，这那个墙壁都很严重啦，里面都裂掉了，都裂掉了，他们2楼、3楼的房子里面都很糟糕哎。担心，但是事情会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赶快撤离，对不对？有60多年的南机场整体也正做危楼，曾经由专业技术判定已经由红单转做黄单，不过住户依然真紧张。车到市府也开途径说明会。要搬家就只能搬家了，就看怎么样再说吧。对啊，现在也不知道。列为黄单，并不是说不用修缮，而是持续列管，而且必须要进行修缮。蒋万安表示，南机场整体道歉工程1年，市府去年推出道歉政策，也推出整体专案，防灾行道歉，希望赶紧推动道歉，会照说明会沟通，合作好了解防灾道歉真要紧，提悬道歉意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